政府帮国营事业员工加薪，我是全力的支持，因为劳工真的很苦。那同时，我更期待政府以及企业能够帮全国所有的劳工加薪10%。最主要就是说，因为物价指数的波动，所有的一些台湾的国民本身都生活也是非常的困苦。那所以说，我也期待政府能够去协调企业一起帮劳工加薪。那同时，我也建议政府。你本身就是说，政府要求企业给劳工加薪的话，那等于是政府请客，企业出钱。那我期待政府能够推出一些优惠的方案，希望能够针对企业帮劳工加薪的部分，能够去抵扣明年的营所税。那这样的话也不会造成政府请客，企业出钱。那我也期待所有的企业主把所有的劳工当成是你企业最大的一个资产。真正来关心劳工、照顾劳工、改善劳工生活。